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各位观众，欢迎收看6月10号中嘉台南电影新闻。这几天连续下大雨，予台南不少道路造成淹水。对此，议员刘维英上午伫议会嘛为南区大中里的道路切到白写白字来清明。会中市长赖清德当场裁示，干务局甲水利局进行全面的检讨，希望彻底改善。连日来的大雨造成南区大中里部分道路出现严重淹水现象。议员吕维英指出，该处排水设施无够完善，致使淹水的问题已经困扰地区10多天的时间，希望相关单位会当彻底改善。这个供应1街77巷吼，供应5街的这个部分，它的那个暗管，它要过马路的时候吼，它要接到79巷，它的断面吼，并它的断面的因素吼，所以它的水流没有办法很顺利的连接到这个供应1街79巷的部分，没有办法后续再连接到中华南路一段75巷的这个湘涵的一个部分，所以要特别拜托咱的这个市府吼，敢是会当拜托干务局吼，这个暗沟的部分，除了要做暗管接暗管，然后还要打通两侧的侧沟。阮交水利局吼，做一条一条吼来检讨。那这条是恁俩水利局的，我们每次问水利局，水利局说你们的，你们就说水利局的，那到底是谁的？它是巷弄的侧沟啊，可是公所那有这150万，会当去帮恁做巷弄的侧沟来拓宽。目前就是讲，本来这个部分你有没有答应解决啦？阮会去检讨。你会去检讨，什么时阵要做？检讨10几天啊，你检讨爱改善的，阮会随来改善。对此，市长赖清德也表示，将会指示干务局甲水利局做全面的检讨，并运用今年也就是明年度的预算来解决淹水的问题。台新闻站山张伟忠采访报道。这算议员刘美基伫议会自由发言，加为新兴障碍者来清明，希望市府体就市民众向台南客运业者进行沟通，互因到外县市的时阵，会当有大型游览车来接送。对此，交通局答应会进行协调。议员刘美基反映，一般游览车因为无放轮椅的空间。台南阁无适合的大型巴士，会当接送身心障碍者。即使因到外县市做城市外交的时阵，拢必须向台北的业者租车，相当不便。因此，希望市府伫这方面会当来提供协助。之前有一些外国的身障朋友来我们这边要办一些活动哈，他们要租车都到台北去，那很麻烦。那是不是张局长有机会啊？因为我们其实地板公车。它其实也有设置所谓的残障车位，那像这样的游览车，其实只要我们愿意去申请，我想我们的中央是可以补助的。那是不是请我们的台南客运的业者也可以去申请这样的一个车子来服务我们这样的身障朋友？因为他们其实有很多活动，出门都要推轮椅，那推轮椅其实真的很不方便。那一般的游览车根本没有办法放轮椅，那这个部分就变成他们很大的困扰，每次要办活动都要去台北租借，而且费用都几乎都是 double 了，而且还不一定借由，因为他们都会以北部服务为主。那这一部分呢，我们会请业者来检讨，看哪一个业者愿意投资，投资这种大型的有身障朋友比较多的身障朋友可以使用的游览车，我们来跟业者来探讨这样。另外，议员也针对东区未少道路出现路面下陷的现象提出质询。对此，干务局回应，是因为老旧伤陷、年久失修所造成。而秘书长也答应会一一进行体检，并且赶紧改善。台新闻站山张伟忠采访报道。日前，内政部都议会审议台南市铁路电话计划结果，因为并无决议通过。不过，议员林进上午表示有信心，最后会当通过审查，并且希望未来铁路电话会当延伸到永康，避免铁路阻碍的地方发展。
台南铁路地下化案指出，伫内政部都市委员会并无审核通过。议员林义正认为，市府是按照行政院协定执行，征收的土地拢是道路用地，公益性甲必要性绝对存在。相信新政府的智慧最后会互计划通过，同时也争取铁路地下化北延到永康，以带动地方的发展。我没有地下化，一定要高架连接。一个黄金地段要和北线连接，就爱个高架桥、高架连接，这是一个发展好的地方吗？绝对多数的利害关系人是认同这件事情，是体谅这件事情，所以我想，市政府的努力确实是得到这相关多数利害人的体谅、的认同，所以我想这个过程，咱看伫眼内啦吼。所以我想这一次，即便我在很多网络上被受批判，说我是市府传声筒啊，失去了过去走社会运动一种批判的精神。对，没错，民意代表是监督市政，可是，在就于对的政策上面，我觉得在这里还是要斩钉截铁跟大家说，这对的政策，我们一定要全力支持。铁路地下化是咱台南市20几年来所争取的重大建设。无论遇到任何困难、批判、挖恶、攻击，我拢会承担，我拢会去解决、争取，所以咱伫台南市铁路地下化，若会当赶紧来落实的时阵，永康遮我会继续争取，我有信心，甲咱铁路地下化会当延到永康遮来。咱整个申请案已经送到交通部去啊，但是因为咱这个目前核准的案还未定案，所以呢，永康嘛无法度通来继续审落去，所以你议员讲了无毋对，咱来当早一日动工，咱就有这个资格要求交通部赶紧来核准永康这个部分。另外，针对维管大楼的重建，议员林义正认为，无论是协议分割或受灾户，另外建立家园，或者是针对想要原地重建的受灾户，市府拢应该提出上大的协助，互居民早日恢复在前的生活。台新闻站山张伟忠采访报道。由上主持甲三广有线电视所举办的爱在社区 BB 宽屏 BBTV 卡拉 OK 欢唱赛，得到热烈的回响。今年已经迈入第10档，主办单位为了扩大参赛资格，互更加侪好的声音被听到，今年首次开放收视户拢会当报名参加，同时无分年龄，分做台语组甲国语组，对今仔开始受理报名，欢迎大家好康到小报。抱着企业回馈的精神，当初上主青甲三广有线电视提供介意唱歌民众一个舞台理念所举办的 BB 宽屏 BBTV 卡拉 OK 欢唱赛，想不到一推出以后就备受好评。不止参赛者拥有报名，成功带动社区歌唱休闲风气，而且一办就是9档，已经成为台南歌唱比赛指标，甲前一度台南版星光大道同款。同时，今年第10档为了创新嘛调整比赛方式，改成台语组甲国语组无分年龄，要互参赛者无同款的挑战。双子星跟三广有线电视举办的 BB 宽屏 BBTV 卡拉 OK 欢唱赛已经迈入第10年了。那这是一个属于社区大家共同参与的活动。那所以在今年第10年，我们做了一些稍稍的改变。那首先第一个是我们把以前的社会组跟这个长青组，我们把它变成是国语组跟台语组，那让他们有共同语言的这样子的参赛者，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发挥平台。同时，原本元旦市6区居民依照户籍所在地来报名的参赛资格，今年第10档嘛扩大到有线电视用户拢会当报名参加，就是要扩大参与，让大家听到更较侪无同款的好声音。我们这一次也开放给不是涉及在我们6个行政区里面的有线电视收视户，他只要凭着2张的我们的收视收据来公司这边报名，我们也可以让他来参加比赛。那希望可以让更多的参赛者来参与我们的歌唱平台。今年第1场比赛，主办单位7月10号将安排伫安南区12点蓝天宫盛大场场，一直拼到10月29号总决赛。到时6区每一场初赛都要欣赏好歌声，也有有奖竞答、液晶电视现场摸彩以及食饼透心凉。下当讲是有食阁有掠，所以都要邀请参赛者提早报名，届满为止，也欢迎全家大细做伙来同乐。
等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先新闻节马上登来新闻现场。药物成瘾会使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分泌异常，结果脑内的小兵成天只想着吃药，不想好好工作，身体思考都罢工，行为不受控制，还会有耐药性戒断症状可引。被查获前主动寻求协助的病人，不必担心法律刑责。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就他英人高中加印尼籍的王晨佑，就近来因为坚持对体育梦想，所以年纪轻轻就拿下亚洲青年电竞锦标赛10项全联金牌。对此，其中赖清德上午公开表扬，肯定晨佑前途无可限量，不只是台南之光，嘛是台湾的骄傲。10项全联的银牌，因为伫台南180万市民当中嘛就这个，包括其中赖清德要为王晨佑授牌进前，也斟酌看较详细，并且致敬台南之光的荣誉。开始就读英人高中加印尼籍的晨佑，因为对体育的热情甲自律坚持，不止拿下今年全运会10项全联金牌，更进军亚洲青年电竞锦标赛，拿下10项全联金牌，相当难能可贵。陈佑有办法在亚青杯10项全能的运动项目里面，一举得到银牌，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当你得到全中运吧，金牌的时候，你是台南之光了；当你得到亚青杯的时候，你就已经变台湾之光。好。当年人讲状元学生不要的是状元教练，所以2月26号嘛当场为教练的稳定向市长来请病。教练的稳定，我们也希望说在未来的检讨里面，能够给教练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另外一个就是在市区里面，我们也碰到一个3级衔接的问题哈，就是说虽然像原台南县的那有永仁中学，因为它是一个完全中学，那也家长会也很支持体育活动，但是在市区的学校里面，我们很多优秀的选手在国中毕业之后，他们高中的去路是有相当的瓶颈的。我们希望市政府也来协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当年市府为了培养类似陈佑这款有潜力的选手，对今年开始嘛特别编列1档1000万的预算来制定10档奥运夺牌计划，希望让台南的选手迈当登上世界舞台。但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另外，上午议会这议员无分哪里党派嘛，共同举办记者会，宣布要团结迈向全国二中杯网球比赛16连霸。会中议员嘛拢表示，今年提前打拼练习，对赢得比赛有十足的把握。过去全国二中杯网球比赛，台南市议会一向表现了相当的好，已经连续15届下下冠军。今年因也有十足的准备，要再一次下下第一名王座。全国性政务一场网球杯的比赛。那以往呢，因为我们网球的员工组和所有的议员呢。大家都非常努力的在练习，也希望呢这一次去代表台南市议会去参加比赛呢，会有更好的成绩。那其次呢，这一次呢，因为我们的台湾比菲多公司呢，对我们这次的参加比赛非常的认同，所以它是独家提供了比菲多的饮料，无限供应，那我们这些选手呢，使用。所以王董事长说，你们能够喝多少，他就提供多少，无限量供应哦。所以我一家非常有信心啦，因为咱负责第二点是非常比我搁较我拍2届尔。是讲我的一点原则啦，我去袂到，会清去拍转来就知影。若冠军王董来讲一个，佫叫我出声互你啦。
今年也是头一届有厂商免费赞助运动饮料，要互济来参与比赛同仁，伫个炎热的天气中比赛，也当随时补充水分，避免掉沙。台南市议会，加油！台南新闻早采访报道。安平剑山是府城特有的文化，市府文化局为了加入更较侪无同的现代元素，特别甲台湾创意金属公司共同合作，邀请24位艺术家发挥创意，设计无同风格剑赛，第一站将伫府城展出。以金、木、水、火、土5行为基本定调的设计概念之下，24位受到邀请的艺术家，用家己的手法，将这件板金剑狮设计成无同款的模样。有的亲像是侦探，有的开满了美丽的花蕊，将安平的剑狮加入充满想象力的新文化元素。剑狮是安平最传统，也是现在非常有名的一个文化元素。那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文化元素呢，除了保有它原来的这个传统的意涵跟文化意涵之外呢，它还能够拥有不一样的时尚感跟创新感。好，那因此这一次特别在陈周胜老师的策展之下，邀请了24位的设计师，那针对剑狮这样的一个议题做不一样的创作，那展现他们不一样的时代风华跟不一样的创新感，那非常的有趣，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到文创 Plus 来参观。诗情画意展览对剑赛的发源地府城作为第一站，未来也将到对岸展出，甚至会骑上国际艺术的展出舞台。我们希望把剑狮的文化再扩散到全省，甚至到世界各地。那目前这个6月底我们接洽了大阪的设计中心，他们的一些代表，他们会亲自到这里来参访。当然，他也会再到台南相关的像蓝晒图其他的园区去了解之后，那很可能我们就会在今年的年底会到大阪去做这样的一个剑狮的这样子的一个创作展的发表。那同时，目前也透过台湾吉尔好公司他们在大陆这里的一些连结，也可能会到苏州，受邀请到苏州去。那目前也在跟厦门这里的工业设计师协会，这边有做接洽。我们也希望，未来因为厦门其实也有剑狮的一些文化，那我们也希望把这样子做两岸的一个的交流。那更希望未来我们能够进军到巴黎的架势展，把一个剑狮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元素转型成更具备时尚的一个概念呢，能够进军到世界的舞台。这挂美丽板金剑赛，即马拢伫咧文创 Plus 台南创意中心，欢迎大家来行行看看，欣赏无同款的剑赛。台南新闻早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这份天气，温度27度到36度，落雨记录1成，海面边管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6月16号中嘉台湾电影新闻，那么在港区时间再会。